食具轉變成走入寺廟嘅法器，點可能啊？今集我哋講一講。一開始佛教嘅起源嘅時候，苦修者即係需要，因為透過嗰個化緣嘅動作，需要一個經常可以用到嘅一個嘅工具食具，咁所以咧頌缽嘅出現就係一個食具嘅身份。但係好快咧，因為隨住佢哋嘅發展啦，讓好多人去信奉，甚至乎有捐獻各樣嘢啦，令到佢哋慢慢有自己嘅寺廟啦，有自己修行嘅地方啦，甚至乎啲信眾咧會嚟到佢哋面前。OK， 咁所以佢哋唔再需要咧攞住一個咁細型嘅即係頌缽仔啊，或者食具咧去周圍去做一個即係修行，反而咧佢有咗自己嘅地方，而加上頌缽聲音嘅特性咧，佢哋會發現，咦？呢個聲音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，令到人哋咧更加平靜，或者甚至乎咧有助於佢哋修行。咁各樣嘅原因等等啦，令到呢個工具慢慢由一個食具入到寺廟，升級咗做法器，咁甚至乎咧成為嗰啲僧侶日常修行嘅一個工具之一。又或者可能講完一篇道，叮一下，然後咧讓聽眾可以靜落嚟思考一下。咁喺呢個過程中，慢慢咧，佢嘅身份就轉變咗做法器。咁係咪因為轉變做法器，令到隨住佛教嘅發展，將頌缽傳到全世界呢？我又賣一賣關子。